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2，箴言22章12節安尼講：耶和華的目睭看顧聰明的人，總是以敗壞講奸詐的人的言語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講奸詐的話，就做聰明的人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全知全能、信實公義的天父。阮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要獻上阮滿滿的感謝、尊重、甲敬拜。主啊，你的智慧遠過諸天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世代，你的目睭遍察佇全地。你監察人的心、深沉的意念，無任何的事會通你隱藏，因為你是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願感謝你用慈愛的目睭看顧阮。當阮佇複雜的環境中，毋知影要如何選擇的時，求你賜下對你來的智慧，互阮明白你的旨意。當阮面對講話詭詐的人的時，求你賜阮分辨的能力，互阮無受白賊的迷惑，也無因為人的話語來偏離死正的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